牧羊进营部。是。营长，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。开始取样。是。开始取样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这个河畔，其实这里离公路不远。还有，如果真有人偷渡，沿着河床一直找，一定能找到。我在地图上对重点的地方做了标注，等回去请示完营长，我们就开始正式搜寻。好。取好了吗，童医生？取好了。走，出发。赵院长，怎么样？还是没有动静。我刚才又给联合国卫生组织发了传真，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复。样品分析需要时间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总统府周围那些闹事的人还在吗？还在那儿。粮食虽然进城了，但中毒的事件未解决，他们还是非常的愤怒，快要和鲁尔的卫队发生冲突了。我知道了，鲁尔卫队里面有你的人。让他们选择一个时机开枪，引发冲突，流血越多越好。所以你说我们要射杀民众吗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废话？我们是商人，不是政治家。可是多一个人知道，我们就多了一份危险。商人做一切事情之前，都会确保最大的利益，死人是最安全的。明白。哎，营长，来，坐。欧阳丹尼让我们帮助维和警察部再去一趟萨尔里河上游，看看还有没有新的线索。警察不是已经勘察过了吗？没发现什么。没错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要真的是上校他们那伙人干的，你觉得他们会留给警察部任何线索吗？好，那我们再去一趟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再去一趟。我觉得不管他们掩饰的有多好，也不可能一点线索都不留下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营长，电话。我是高波。啊？多少人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让医院准备一下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添乱！现在总统府外边示威人群持续增多，鲁尔啊，随时有可能开枪。这样，聂风、建臣，你们抓紧时间把萨尔里河上游的事搞清楚。这边我亲自带人过去，完事之后咱们尽快会合。啊，好，是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
好。来了来了。文件太大了，而且是从境外传过来的，传输速度非常慢，再加上咱们的设备过于陈旧，解压缩的时间至少需要20个小时。他们的取样刚刚完成，取样和化验分析至少需要20多个小时。不行，太浪费时间了，必须要想其他办法。先别管那边，我们如果用最新的设备的话，能不能在10个小时内完成？应该没问题。联赛团的服务器是最新的，把数据传给联赛团，你们在那里进行分析。这样操作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来安排。好，那咱们就抓紧时间，因为现在每过1个小时就会有数以百计的人受到感染，这里的百姓神经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我怕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整个丹城就会陷入混乱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到。设备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去跟高营长会合。你先去忙。好。张院长，这个是。总统先生，大门已经被堵死了，群众非常的愤怒。我建议您现在一定要马上、立刻的转移，否则局势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闭嘴！我绝对不会在塞利亚躲避自己的人民。总统先生，请您冷静一下，听我说好吗？现在的局势非常的紧张，如果他们强冲进来，卫队将无法抵抗，除非卫队能够没有限制地履行他们的职责。绝对不能让守卫军开一枪，一旦发生流血事件，就给了联赛团和反对我的人逼我下台的理由。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谁在开枪？我觉得您要冷静一下，他们开枪也是为了保护你们。谁下令让你们开枪？总统，是他先开的枪，我们一直都是听命令行动，但是他们打破命令，擅自开枪。谁让你开的枪？总统，我是想保护你，然后就开枪了。把他带走。好，不是，听我。老宋，你说鲁尔这回能不能真的犯横呢？老聂呀，我算是服你了。这一路你都问我第6遍了，行不行？什么第6遍？至于吗？你就这么担心童医生啊？你至于吗？营长是说让医院准备，又没指定让童医生去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次事件非比寻常。我跟你说，老聂，营长都说了，这一次他亲自带队，有他在，你用得着这么担心童医生吗？不是我。不是担心童医生，我担心营长。你说，他亲自带队，以他那暴脾气，
碰上虎视眈眈的鲁尔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？老聂，算我求你了啊！第一，别再多想；第二，别再多说。你这史无前例的啰里吧嗦，我真是有点不太适应。啊，我啰嗦那行，我不是怕你瞎想吗？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再说了，人呐就是靠交流，你自己也想想，你是指导员，主要就是靠交流。你每天给战士做思想工作，你说这鲁尔，哎呀，又来了，老聂呀，都第7遍了。哎呀，真是服了你了，今天，快开！哎呀，不是非得让你说出个所以然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只是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鲁尔，班达，你怎么？用多少鲜血，才可以换取塞利亚的和平呢，爸爸？把枪放下。是。乡绅同志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了啊！真没想到啊，你说我们这一帮大老爷们儿还不如这一个小姑娘，这简直就是神奇女侠啊！塞利亚和联赛团都要感谢你啊！你今天来的太及时了。哎，班达是什么时候醒的？你怎么就想到把他给带来了？对啊。嗨，这事儿说来挺神奇的。就在纳达尔去世的当天，班达突然清醒过来，我第一时间就想通知总统的，但是被班达给拦下来了。今天一接电话，觉得事态严重，想到能够阻止鲁尔的，也就只有班达了，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了。你刚才说的不对啊，她不是神奇女侠，她整个就是女版诸葛亮。对。有什么好消息？鲁尔的卫队，他们打死了2名示威的群众，然后鲁尔差一点就失控了。可是中国人来了，阻止了一切。这听着不像好消息啊。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但是我的人出去调查过，告诉我这2个平民的部落势力非常的大。那就继续关注这件事，看看维和部队到底能帮助他们多少次。再给我分析，别再唠叨了，咱们已经到了啊，已经到了。我总觉得这次投毒事件和上次利亚国维和部队失踪有联系。我也这么想，很有可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搞懂。什么问题？你说这些投毒的人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？谁跟这些老百姓有这么大的仇恨？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。引起这么大的混乱，是要掩盖什么？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。这个国家满目疮痍，常年战乱，每天都有无辜的人死去。我在想，现在有我们在这里维持，我们走了，这里该怎么办呀？老聂，我有个想法。再申请一下，执行维和任务。不愧是我兄弟，你懂我。老搭档嘛，你的想法都写在脸上了。今天辛苦了，乡绅，走，喝口水去。好。对了，我听说这个病毒检测的事儿，现在是卡在了设备上。对，
临时医院的电脑设备太陈旧了，文件的传输速度和解压的速度都非常慢。现在我们正等梅尔森从联赛团调新的设备过来。别等他了，这个事儿至关重要。这样，咱让秦牧阳好带着营里最好的设备，配合你啊。对，好，谢营长。走，我那儿有好茶。这帮人太嚣张了，投完毒之后，连证据都不收拾。他们不是嚣张，是没必要。他们认为投完毒之后会马上见效，这个毒这么厉害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丹城早已经横尸遍野，谁还会继续追查这个事情呢？我觉得他们投毒也不一定是为了掩盖事实，也许他们想打一场闪电战。有道理，不过恰恰因为是这样，给我们留下了机会。我就不相信，在这儿找不到一点线索。老聂，你来看。雪茄，这有用吗？不管有没有用，我觉得应该先带回去。好，拿着吧。好。老宋，看这个。这是最后一箱了，你们也拿着吧。这个酒瓶，超市。没错，我们也有一箱。你确定是这种吗？我很确定。卖酒的老板说了，当时他们就剩最后一箱了。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？是不是巧合？问了再说吧。老宋，我记起来了，这条路我们好像来过。利亚维和部队，没错，利亚维和部队就是在这消失的。会不会是他们在这遇到了袭击呢？我觉得他们投完毒之后是被人发现了，然后才横下一条心，痛下杀手的。我马上跟营长汇报。好。喂，营长，我们发现了新的线索，
什么线索啊？我们找到了利亚战士失踪的地方。啊？你是说你们找到了利亚国战士失踪的地方了？对，是聂风发现的。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就是利亚战士失踪的地方。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，跟超市的一样。酒瓶子？好，我明白了。这样啊，你和聂风啊，你们两个继续搜索，但是注意安全啊！我让边响带着特战队去那个超市看看。好。怎么说？营长说，让我们继续搜索，边想他们去超市调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搜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线索。好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也别说，真让这两个毛小子给找到线索了啊！就在萨尔里河畔上游，利亚国的战士很有可能就在那失踪了，而且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了一个酒瓶子。酒瓶子？对，他们两个说这个酒啊，他们见过。这个酒瓶子啊，据他们了解，很有可能是附近加油站、超市卖出来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在那儿买过很多东西，但据我所知，那个超市好像很快就要关门了。啊？老板恐怕不好找。那不行啊，无论如何也得找着他呀。这个牌子的威士忌价格不低，当地人啊一般还真没有人去买。如果说这个酒真的是从他们超市卖出来的话，那个超市肯定会有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别想，别想。收到。这样啊，刚才宋建成和聂风发了消息，说他们找到了一些线索，就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的超市里。你现在赶紧带着特战队的人过去看看。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几乎可以100%的确定，群体性中毒的事件是人为的阴谋。有人专门选取了萨尔里河水的某一段水域进行投毒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对恐怖分子所投放毒品的来源和品类都一无所知，对吗？卫生部门的专家正在抓紧分析病毒的成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明确的结果。对，是这样的。现在童医生和张院长都在这个团队里。那就好，我相信他们。高营长已经派人去萨尔里河进行了勘察，大致的情况我们也已经了解。不如现在就让我们请高营长就此事跟我们说明一下详细的经过。我们现在初步推断，恐怖分子的投毒地点就在萨尔里河畔上游的一个水库。为什么选择那里呢？是因为当地的居民都视那个水库为最佳的水源地点。现在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，我们的士兵现在在那里失踪了。我希望可以请求你们帮助一起寻找我们的士兵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控制住疫情。萨尔里河水中毒的问题不解决，每1分钟都有上百人感染这个病毒。如果我们不继续控制下去的话，后果很严重的。我们的士兵就是为了帮助失踪的难民，所以联赛团应该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情，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失踪的士兵。请你冷静一下，关于此事，联赛团一直都在努力，请您相信，
贵国的士兵也是联合国的士兵，我们会尽全力给贵国一个交代的。我现在代表我的国家，正式通知联赛团，如果在5天之内，你们依然没有找到我们的士兵，利亚国维和部队将立刻撤出塞利亚任务区。这样吧，如果您信得过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，那么就请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吧。虽然说现在不能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，但是等到会议结束，我们马上召集人进行商议。一旦有了最新的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谢谢你，高营长，非常感谢你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我们失踪的士兵。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超市老板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子弹。咱们的任务是，只要他没出非洲，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他追回来。志勇，开快点！好。出发。人已经走了，还真走了呀？应该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。现在单城的封锁还完全没有解除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还在城内。没错，他们不是塞利亚人，而且还有货物。子南，马上打电话给单城警察局查一下，有没有专门对外籍人士开放的检查站。是。喂，单城警察局吗？是，有没有给外籍人士提供的检查站？好，知道了，打听到了，单城东部检查站现在还没有开放，店主应该没走。好，志勇，东部检查站，上车。出来了，姐，快看。童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一种叫做 AB3的生物制剂。我们现在必须去联赛团向总部汇报。现在连出城都这么费劲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样，咱们分头找啊，快！可算找到你了，赶紧过来，人在这儿。目前我们已经能确定，萨尔里河投放的毒药是一种被命名为 AB3的新型生物制剂。这种毒药曾经在非洲某国家的某场战斗中出现过。这个国家战争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去过。这种生物试剂让这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了1/10，比战争死亡的人数还要多。童医生，你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？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
那场战争过后，国际卫生组织就成立了相关机构，在针对这种毒药进行防治研制。目前疫苗刚过初试阶段，还没有得到临床上的有效数据。那这么说，没有临床试验的数据，也就是即使我们现在拿到了疫苗，也不一定有用。是的。天哪！不行，丹城每天都有人因为这个病毒而死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我同意欧阳女士的建议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们应该先知会鲁尔政府，向他们通报目前的状况和我们的计划，然后让他们进行选择。好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抱歉啊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不过，这种威士忌的话，只有我们的店里才会有，其他地方不会有的。那你还记不记得它有什么特点吗？我记得有个块头很大、抽雪茄的白人。那它长什么样子呢？我只记得他长得很魁梧，长相记不清了。稍等，我觉得有个东西可以帮你们。试试这个，给你。这里面有所有的监控录像，你们可以找一找看，也许能够找到。太好了，请您留个联系方式，等我们用完之后马上还给你。不用了，你们留着吧，我很荣幸能帮到你们。Thank you。马上告诉老爹，你怎么是死。谢谢你们，太感谢你们了。也不知道老鳖那边怎么样了。老宋，电话给我。哎，老聂。哎，老边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你电话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刚拿到超市的监控录像，据店主描述，有个购买威士忌的人，感觉很像上校。干得漂亮，营里见了啊！好嘞。怎么样？查到线索了。太好了，走。好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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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可以啊，老边。哎，嘿嘿嘿嘿，我拿回来的啊。行，放你那儿，你这还邀功。队长，指导员，怎么了，牧羊？你们快看，就是这个麦克，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写进去了，包括他们是怎样试图激怒维和军官，然后刻意挑起当地人和维和部队的冲突的。现在能有这种职业操守的，真是好人。麦克是咱们的朋友，不过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，还好我机灵，提前就截屏了。有了这个报道，在开记者发布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底气了。象征姐知道了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但是这个帖子好像不是麦克亲自发出来的。帖子上说，麦克跟他的朋友交代，他要去执行一次特殊的考察，如果他失踪了，就托人把这篇文章发出来。这么说，他遭遇不测了。联系联赛团和国际刑警，全力以赴去找麦克。在这里遇到麦克这样的人，实属不易。是。走吧，看看这个。走。
我们找到了士兵的尸体，完毕。你们看，就在那边。我已经通知塞利亚政府了，他们同意使用疫苗。好，太好了。那我马上联系世界卫生组织总部，请求尽快让所有成员国库存的疫苗运往塞利亚。不过我听说疫苗是浓缩的，对时效性要求非常高，而且只能在不高于5°C的条件下进行保存。对于现在塞利亚的局势来看，欧阳女士，我觉得空运是唯一的选择。好，飞机的事情我来解决。辛苦了。欧阳，换个脚。是。上校，确定吗？确定。老高，老胡，利亚国运输队几名战士的尸体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在萨尔里河水库附近的地方，在那事发地3公里外，还发现了麦克的尸体。麦克？哪个麦克？记住麦克，我们的老朋友。他怎么会卷进来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这样，先全心全意的准备发布会啊，精气神都拿出来。麦克的事儿，咱们结束再说。行吧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大家下课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盖亚，这是我们给孩子带的吃的。叔叔给大家带吃的了，快来领。不要抢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来，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走走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走，小心啊。谢谢老师。呀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给你留。没事儿，孩子们开心就行。看来孩子们没有受水源被污染的影响。他们一直都在喝联赛团提供的水，所以都没事儿。那就好。那个，盖亚，我过2个月就要回国了。我知道。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在塞利亚再待一段时间，然后明年去肯尼亚。肯尼亚？你不打算回国啊？志勇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从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漂泊，心里对稳定的生活甚至有点恐惧。我也想过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到国内。可是我自己一个人独立惯了，就算有一天我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生活在哪里，所以我也很少去设想和考虑未来的生活。盖亚，我从来都没有跟女孩子接触过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不会妨碍你，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回国，记得通知我。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，大哥。哎呀，你看还玩上了，你个大傻子，
人家就等着你说呢，话都不会说还谈对象，找不起这个急的。我们刚刚从塞利亚得到消息，丹城大规模中毒事件已经有了进展，一名叫做上校的人有重大作案嫌疑，还有一名叫做乌托的人也被怀疑与丹城医院爆炸有关。现在全国范围通缉这2人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势力，我们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伙。此案件目前还正在处于调查当中。如果您看到与通缉令上相似的人，请立即与我们联系。现在塞利亚人民仿佛久旱等待及时雨，塞利亚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缓解疫情的疫苗。我们将会持续跟进后续情况，请继续关注我们。Hello， 有宫保 chicken。Thank you。哎，滚开！我说滚！ OK。你最近联系库尔茨了吗？麦克他死之前发过一个报道，是揭露库尔茨的，所以库尔茨他马上会被调走。没关系，这件事情你放心，只要他不在塞利亚，对我们就构不成威胁。哦，对了，我问你，马努特还好吗？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点麻烦，他准备要和谈了。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希望你清楚你该做什么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要选择的是你，还是马努特？好的，我会处理的。很好，我喜欢和聪明的人合作。才来啊！放下吧，快走！宫保鸡丁，现在是什么情况了？刚刚接到情报，
为了防止疫情的扩大，世界卫生组织会把疫苗直接空运到塞利亚的境内。据我所知，这种疫苗对运输的要求极其严格，整个过程都要在低温下进行。是这样的，现在单程仅有的2条跑道已经被炸毁了。如果他们想要运进去的话，疫苗一定是由直升机或者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方法运进去的。我不想听到"或者"这2个字。疫苗以什么途径运往单程？你必须给我拿到一个详细的运输方案。现在已经不是很容易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总统他已经开始怀疑他身边的人了。我现在也很难拿到情报了。那我不管，我只要结果。好的，我尽力吧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小孩，你确定看到的是上校吗？是，我看见了。我跟踪他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不见了，就在那儿消失了。上校可能现在就在这里，大家赶紧搜索。走。干嘛？非要阻止这些疫苗进单程？上校，我付给你的每一分钱，都是要给塞利亚造成恐慌，要塞利亚就像地狱一样，死亡、恐惧无处不在。我要让联赛团失去信心地离开这里，而鲁尔政府彻底关门。这些是我最为关心的，所以这一次，上校，我绝不允许疫情被控制住，而是要让这疫情大规模的爆发，你知道吗？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机会，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，我的朋友。我说的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们早就认出我来了，我恐怕要离开这儿了。上校啊，上校，我保证完事之后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，我付给你的钱足够你这辈子享受生活了。所以，别再让我浪费口舌了，我的朋友，好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边有吧？你们去那边再找找，仔细一点啊！老板，外面有警察过来了，我们的位置好像暴露了。什么？来地下室。来，快点，赶紧都下来！快点，下来！你起来，我们现在需要搜查这间屋子。好，请。
走。确定这里安全吗？当然，谁也找不到我们。老板，那些警察已经走了。看见了吗？安全。没错。队长，怎么了，牧羊？教导员正找你呢，好像有紧急任务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志勇，让同志们做好准备。是。那你去吧，注意安全，一切顺利。等我回来。教导员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世界卫生组织紧急筹措的一批疫苗即将到达塞利亚，飞机停在300公里以外的罗夫机场。联赛团总部决定把这次任务交给我们，这次任务十分的重要，必须要圆满完成任务。是。我拿进去吧。因为单程机场破损严重，到时候联合国的运输会停在罗夫机场，然后呢，中国维和步兵营会把疫苗护送回单程去。好。大概这个距离是……你可以走了。好的，总统。罗夫机场距离单程呢，大概有300公里，所以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直接运回尤恩 house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疫苗到了。哎，让大家准备好，马上开始行动。是，老板。去吧。时机到了。都准备好了？是这样啊，刚刚接到命令，联赛团总部呢要派梅尔森先生和大家一起去执行运送疫苗的任务。聂风，走。2点要求啊，第一，一定要保证好梅尔森先生的安全；第二，务必保证好咱们自己人的安全。是。梅尔森先生，您辛苦。辛苦大家。出发吧。出发。是。出什么情况了？你知道，我们一旦得到疫苗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但你还想除掉那些中国人，所以
我会把他们都杀了，坟墓都挖好。你一直都做得很好，但是这次做得更好。上校，一旦我们得到了疫苗，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了。不，那是你的事，我不想参与你的计划，你不用跟我分享。我要的就是钱，还有那个中国维和士兵的命，所以你别对我虚情假意，明白吗？谢谢你，聂队长，拿这个箱子啊，谢谢。来，你拿这个。再次表示感谢，辛苦。梅尔森先生，哎，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疫苗吗？只有这个箱子里面是装的真正的疫苗，你们手中的那2个箱子，我是提前让他们准备好的。哦，有你们的保护，我非常放心。可是这箱疫苗太过于珍贵，所以我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。聂队长，切记，如果在途中遇到突发事件，就用你们手中的这2个箱子来迷惑敌人。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装有真正疫苗的药箱安全送达丹城。为此，我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梅尔森先生，我代表中国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，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。为了塞利亚人民的生命安全，哪怕是赴汤蹈火，也要把疫苗送回丹城。谢谢。出发。好，出发。出发。政府军最前沿的2个驻扎地传来消息，车队已经通过了他们的位置，天黑以前应该能回来吃晚饭。不瞒你说，老胡，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。我看不见车队进营区，还是不踏实。你确定他们会来这里？放心，他们会来的。
然后把他们围困在这里。联赛团唯一的错误，就是太信任中国人了，让他们押送全部疫苗，方便我们行动。上校，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维和部队被我们穷追猛打的时刻。请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了。哎，准备行动，快点！快！挚友，还有多久能到？照这个车速，还有2个小时就能到达丹城营地。我一想到把疫苗带回去啊，能救那么多人啊，我恨不得现在开的就是飞机。老聂啊，我总觉得咱们这次出来取疫苗太顺利了，有点让我不敢相信。就是啊，咱们自从来了丹城营地以后啊，出的每个任务啊都没有这么顺利。越是顺利啊，越让我觉得危机四伏。我觉得咱们回国以后啊，都要接受心理辅导，要不然这以后的日子啊，该怎么过？老聂，我觉得最后这2个小时，哎，老边，现在不是没事儿吗？就算有事儿，咱们想办法解决不就完了吗？啊？你是队长，你说了算。哎，毛主席不是说了吗？战略上藐视，战术上重视。平时也没见你理论学习那么认真。这样，开快点。好嘞，做完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停下来了？这怎么停下来了？原地待命，我下车看看。该死，怎么会这样？之前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在这里交战，大概1个小时前，他们把桥就给炸坏了。终于还是发生了突发事件。对了，有可能修复吗？需要动用联赛团的工程师，但至少需要花费大概2天的时间。2天？聂队长，看来我们只能绕行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绕行的路线？哦，那边有个小路，但是得需要1个小时。这样，我马上联系联赛团总部。老聂，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始终觉得他们是在假谈和，真打仗。你看丹城里面这么平静，可是丹城外面枪声不断。我总觉得这不是单纯的巧合。没错，来的时候桥是好好的，回来时候就被炸开了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聂队长，我已经请示过了，总部同意我们绕路返回。离我们最近的塞利亚国警卫部队已经开始启程跟我们会合，我们上车吧。哎，要不要请示一下营长他们？一切以联赛团的命令为准，我相信他们一定已经把命令下达到营长那里了。
走走，大家小心点儿。他们换了路线。照这个速度和位置的话，有可能是路况不好。天晴，营长，跟聂风联系一下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上。1号车为什么停车？请回话。我们被袭击了，一人伤亡。保护好梅尔森先生，准备战斗。上校，我去拎着箱子，引开上校注意力。你们保护好梅尔森先生，把他带到后面车上去，带他撤离。老聂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我去引开上校，他们会保护你的。走。大家各自分散。以3人为战斗小组，互相掩护。老毕、顾阳，跟着我。老边，你带着子弹和挚友占据有利位置。收到。明白。坏了，老胡，怎么了？你看，有一辆车正在往回走，赶紧联系奥安丹尼。
接欧阳女士，快！怎么样，田七联系上没有？营长，我已经联系2次了，卫星电话信号特别弱，可能遭到了干扰。干扰？赶紧通知全营应急战备，告诉1连，随时待命，准备出发。是。教员，刚刚接到消息，疫苗运输队在途中遭遇了埋伏，利亚国维和部队正在前往接应。欧阳女士，我们请求立刻前往支援。好，我批准，务必保护疫苗和所有人平安返回。是。文叔，快通知医院，派救护分队跟随前往。是。张老虎啊，我不放心，我还是带队亲自去一趟。你这样，你在指挥中心负责全盘指挥啊。你听我的，我去啊。我去吧。童医生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运送疫苗的车队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张院长让你跟高营长一起去现场，车马上就到。行，我知道。牧羊，检查所有人定位。是。指导员，梅尔森先生的定位已经停止了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老聂，我们这边敌人太多了，已经分头作战了。梅尔森撤离了吗？刚查过，他的定位已经消失了。估计已经遭到了狙击。准备突围，保证疫苗安全。好，老宋，我马上带人下去和你会合，一起突围。老边，你别动，绝对不能失去制高点。我们去。哎，你们小心点。我们弹药不多了，省着点打吧。走。
小子，知道你在这儿，我会找到你的。别像个懦夫，这不是中国军人的做事方式。出来，小子！小子，我每次见到你都想亲手把你撕碎。恐怕这个愿望，你今天实现不了了。听着，我知道你在例行公事，你是个优秀的中国军人。把疫苗给我，我会让你活命。好。
身手不错。指导员，梅尔森和冷藏箱都不见了。走，进林子找。还得多久啊，天姐？1个小时左右，营长。能不能再快点？是。老胡，利亚国的作战部队到什么位置了？我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，他们答复还需要40分钟。好的。立刻把疫苗交出来！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。看来他们没有拿到疫苗，否则的话不可能再回来。你们知道，不是你们插手，我早就成功了。你们如果不投降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还要继续坚持。我的耐心有限。好，我给你们点惊喜。把人质带来。